受掠。这人在仰望这个有人气的耶稣起来做王，总是伊的国无属世间，所以无做出什么事，表示真失望。这时候，经学士在受法度要掠耶稣，拄当犹大去甲因约要带人来掠。犹大也爱耶稣做世间的国王，伊通做大官。看到耶稣拢无要下手，就无欢喜，煞起怨愤，所以卖耶稣30个银。耶稣最后甲学生食暗饭，教因水骹，带因三请，后来去帖撒马尼祈祷。犹大甲军兵讨暗号，人拢掠锤、掠枪搭刀。耶稣随便互因掠，拢无走也无惊，因为伊是要来世间救人。学生看到先生互人掠，真正惊，逐个走到无看见影。